各位平安。咱聚会时间也差不多啊。伫聚会进前，请大家若有插手机的，拿手机关做静音，也是讲大声音关较细。这是咱要开始咱今日的敬拜，请大家安静心来筹备敬拜上帝。恁着学乐耶和华，伫正直的人的会中甲公会中，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耶和华的所做真大，凡若欢喜伊所做的，拢要查考伊。伊所行的是尊贵威严，伊的义永永伫地。这是咱要由敬拜团带咱用学乐的歌来调侃上帝。咱即时搁一届来到上帝面前，放下咱一切重担甲忧虑，咱搁一届来向咱的上帝献咱的嘴唇的果子，咱即时若方便，咱来一同起立。愿上帝借着诗歌来用咱来讲话，咱来跟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用华语来唱。
主啊，伫上帝在伫上帝无困难的事，咱只有靠主的稳定，甲伊的奇妙的开力，将咱的重担拢交托伫主，继续来用祈祷的心来吟圣诗605首。所安排的路，万在兄弟密集不停的脚步，告别心一心，主亲切教。心愿条。
继续徛咧。是咱有缘徛伫，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2页新的界面来告白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第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阮的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是请大家甲我同心压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爸，阮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来到你的殿院内面，会当伫遮三甲学老自集来敬拜你。也感谢你顾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互阮伫即礼拜中，无论拄着啥物代志，拢会当顺遂平安来经过。阮也感谢主你，赏赐阮满满的恩典伫阮的身躯顶，互阮享受着幸福甲快乐的日子。阮今日要来学老你，来感谢你，搁要伫今日的敬拜中，拢通做诚做你所有的敬拜。阮的天父爸，你知阮是有罪人，恳求主你赦免阮，听阮软弱的祈祷，求你医治阮遮有罪的人，医治阮的心神甲肉体，互阮有勇壮的身躯甲健全的心灵来面对主互阮每一工所安排的经务，互阮伫勇壮的时会晓感谢你，因为主你互阮有活命的日，有喙来保养你的性命。互阮伫艰苦痛苦的时，会晓来感谢你，因为阮会当求叫主你的名来救你，来倚靠你，来帮助阮。阮的天父爸，阮也伫即时要来搁一届来感谢你，伫即届总统、副总统、立委选举的当中，会当和平顺利来完成。阮也伫即时搁要一届恳求主你赏赐当选的执政者，有对主你遐来的智慧。互因知敬畏耶和华便是智慧的开端，互因会晓凡事倚靠你，国家伫国家伫合一当中，照主你的旨意来行公义伫即个土地，做出对人民有意义的代志。阮伫天父爸，你捌对阮讲，人民送享的人的，就是照互耶和华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伫今日社会变迁的时，诚做一个基督徒的阮，有引带人甲帮助人的本分，请求主你加添阮的能力甲信心来面对阮的亲情、朋友甲生分的人，互阮所兴起教会事工会当日日人荣耀主你的名。阮也求主你赏赐阮今日的敬拜，互阮的心主的道来拍开，互蔡长老诚侪主你的出口，用主你的道来教示阮。一切荣耀甲学老拢归乎你。阮安尼祈祷甲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请坐。
就是咱要来恭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来所看的这段圣经，则是记载伫旧约圣经以来记下卷17章，咱要伫第一节看到第7节，请恁注意来看，我来读。历代记下卷第17章安尼讲：亚撒的囝约沙法，才煞接伊做王，家己强盛，抵敌以色列。安伫军兵伫犹大遐个坚固的城，搁设防守的兵伫犹大地，甲伊的老爸亚撒所处以法莲遐个城。耶和华甲约沙法伫地，因为伊行伊的祖大伯起头行的路，无找遐个巴力，独找伊的老爸的上帝，行伊的诫命，无照以色列人的所行。所以耶和华坚固伊的国位，犹大众人献礼物予约沙法，伊就坐火柴甲荧光，伊奋起行耶和华的道路，搁对犹大拄去遐个山头弹，甲遐个阿瑟拉。伊做王第3年，就找伊的囝的人参，便害以列。俄巴底、撒加利加、拿坦甲米该亚去犹大逐个城，教示百姓。即时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今日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我个成的约沙法王”。咱请蔡长老。两位这平安。四三报告讲今日足冷的。所以讲我穿诚济，结果我来看迄个指挥穿短袖啊，这是啥物社会啊？这是嘛无好任吼，到阮的回来穿较厚的嘛是应该啦，对无？吼，阿嬷、阿叔、阿嬷，嘿，应该。咱顶礼拜咧讲，咱毋着干那听道，咱着爱想，上帝今日要甲咱讲啥物？然后咱来评道，到底上帝倒一句话，今日讲到遮个，是不是下伫我的旨意？上帝有甲我讲啥物无？然后咱爱行出去，毋得干那听到，不要单单只有听到，也要行道。行道做啥物？爱倚靠耶和华。咱普通对旧约内面，咱拢有当时感觉旧约足枯燥，敢若讲以色列历史。其实你啊对旧约中间。规本个读起来，你会发觉有一项事，一再甲咱讲，倚靠耶和华，你着兴旺啊；无倚靠耶和华，你着衰微啊。迄先知吼，伫迄个国家的时候，讲你只会做国王的啊，你若悔改来就近耶和华，毋通去拜巴力，毋通去拜遐无路用的神，毋通去拜偶像。结果先知一个向台啊，走的走，倒的倒啊。咱即阵来回想讲，咱即阵过去中间，咱是毋是有咧倚靠耶和华？以色列有12个支派，安尼分布。上个卡是西面，以后西面豆啊，交伫北部去。我头先只爱听基安长了，大家咧讲解迄个圣经吼。我讲毋是讲别个歹啦吼，我就伊咧讲解圣经的时候，有时仔讲着历史。真正正，咱对圣经的中间来知讲，即个历史的发展，咱是毋是爱互咱知影来境界？所罗门王了后，到晚年的时阵，较反弹吼，较放荡。然后伊的囝罗波安听即个较少年辈的话啊，讲毋免插遐个老的啊，毋免安怎啊，搁搞分裂啦。亚罗波安加罗波安啊，分做南国犹大啊，加北国的以色列。所以这亚罗波安是北国的以色列时阵，圣经讲我要互你10个所在啊，其中2个所在就是南国，所以讲伫南国犹大中间几国2国尔。以色列中间有10国，当然尾啊到犹大时阵，迄个便雅悯的支派加利未支派尾后挖伫南国的所在，南国才是正统。南国所在是对大庇护的一直来，对耶稣来讲是继承耶稣的律法，总是南国20个君王啊。咱看到这20个君王中间，真正有合伫上帝旨意的，圣经讲出版的。上尾啊有2个人，
就是咱所讲的咧，希西家甲约西亚是真真正正完全遵守上帝律法。所以对亚撒开始的约沙法王，伊嘛是感觉是好的王，总是上好是后壁即两个王。今日我才讲约沙法王，因为咱要对即八王的中间，尤其特别约沙法王，咱来感觉上帝，我靠上帝安怎来得胜啊？我靠上帝，毋是讲咱临时抱佛脚，我著讲安尼，我靠上帝就好，我逐项拢免做。人的进步是上帝起头，前提是人爱进步啊，人爱尽力啊，上帝就会做工啊。人无尽力，干那要靠赖上帝，上帝无听啊！你讲啊，我那时常咧讲亚里哥烧工，啊，就带行来洗七遍啊，到第七遍咧分七遍啊，分好角啊，啥就倒落去。你毋通袂记行啥嘛，是爱付出开咱的。毋是啊，我在遮做来上帝啊，干斗相共啊，嘣啥倒落去。圣经捌记载安尼过。所以咱对这南国这20个中王的中间，咱有看到有8王。咱今日要来三甲少年，那个迄个约西亚王。啊，北国咧，北国就是背叛的啦吼，爱带10个支派出去到北国建立以色列。南国耶路撒冷做因的圣殿所在，北国以色列伫撒玛利亚建立因的圣城。有人讲这事件的所在。北国以色列有几个王？有19个王啊。有倒一个好王无？没有。以色列有19个王，无一个是好王。所以讲年代208年的中间，南国要当活344年。北国去哦，亚述帝国出去，南国去哦。巴比伦，咱拢先个读足清楚。尼布甲尼撒王啦，第一遍掠去有但以理，第二遍掠去有以色列才真谛。总是咧看这样书的时阵，我今日毋是要甲恁讨论以色列历史，咱早起的时阵咱来讨论这。我袂能看到这样书。今日圣经甲咱讲啥物代志？约沙法王做啥物工课？伊做王奋勇自强啊！然后在各地方传备。加强攻势，做一切的准备。圣经第3节怎么讲？耶和华上帝加约沙法同在。上帝若杀到地底，你有啥物通惊？基甸的3万兵比300个，太阳太师太阳，我靠上帝。啊，讲到30个吼，咱拄即个拜日，咱。有去迄个玉皇祭祀的迄个个别礼拜，逐个咧上班，咱拄30个来参加。在咧玉皇祭祀的中间，咱嘛会发觉讲，伊有一个足水的脚只，我靠上帝。伊为保庇伊是逐日真准时啊，灵修1点钟。然后当伊迄阵咧过行动的时阵吼，伊阁会行去分迄个更新呢。阿叔特别讲啥？讲伊更新拢甲拗。你若更新有当时咧看拢会小可有记起来，伊我白，啊去分啊，桥张了搁咧写弥赛，伊去分的时阵，阁有人伫咧等伊呢。你即礼拜要来分，这足水的见证呢。咱伫车顶的时阵，咱朴文长咯赛车载过来时，咱车顶一直写人讲，有可能吼，咱玉皇就是去到顶悬。啊，等一个人讲，你捌我无？你分更新互我的，我才信主的啊！我来等你就熟悉人哦。这是偌水的一项事，所以对这个圣经，互咱所读的约沙法王，完全我靠上帝，上帝互伊强大啊！上帝抵抗一切对敌啊，而且有得到真大的财富。所以咱对约沙法王，咱来学习3项代志。第一项，加强战备。啊，咱真毋是咧讲国家的政治，咱真多台湾多总统当个选了，咱是毋是加强战备来抵抗迄个阿强啊？我毋是讲这样事，我咧讲就是讲，咱普通有一句话叫做居安思危，咱毋通常常讲感觉凊彩。有阵时我感觉讲，那我带上帝殿里啊，我较无上帝殿里，较无安怎要分去。每一个礼拜日若到，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也是一个真大的欢喜。我的声是愈来愈无声吼，恁可能有感觉吼，我的声口豆一直无声，但是不要紧。等下我讲我拢无声的时阵，林牧师你来准备一个嘿。
我上帝，我每一遍咧甲上帝祈祷时，甲祈祷上帝讲，希望今仔我所讲的是我做你的出口，毋是我家己偌搞。错总伊一点仔都无够，一点仔都无路用。若毋是上帝要用我，我一点仔都无路用，我阁强调一遍。若毋是我靠上帝，错总伊一点仔都无路用，无偌熬，一点仔都无熬，恁逐个拢比我较熬。咱每一个拢看别人比家己较勇，别人比家己较熬。伊上熬是上帝啊，人到底有偌熬咧？上帝意念绝对高过咱的意念啊！所以约沙法王伊毋是干那敬拜上帝尔，伊阁加强遐赞美啊！好，各所在毋来家己所在遮赞美，伊阁讲用遮所在拢驻军啊，顾足条，逐位拢为我足好。这代志是有这样代志。所以当时苏联瓦解的时阵，苏联瓦解有分做那个苏俄罗斯加迄个乌克兰。俄罗斯甲乌克兰吼，以前苏联的时代，乌克兰是军工重镇呢，伫遐武器拢是乌克兰咧做的呢。即讲乌克兰足强的呢，核弹是全世界伊排第3的呢。然后伊讲我要爱和平，为着要爱和平吼，阮所有的武器拢放弃。啊，阮今日签迄个和平协议，咱拢总放弃，互咱以后咱免为着军费来开足侪钱，互咱人民拢当过着足快乐的生活。所以咱即摆嘛定定听到一句话，台湾开始咧讲预算若咧坐吼，就是要甲笑掉。毋免啦，咱都咧逐个和平来和平去就好。世界中立国瑞士，军费偌济咧？瑞士的山，你也去瑞士看，山足水的吼。瑞士山拢山洞的，拢崩空呢。瑞士是全民皆兵的。瑞士今仔日会当做中立国，就讲我家本事足强的，哎，逐个都袂来侵犯我，我袂去甲你讲。总是我本事足强的。乌克兰战争要发生以前，咱看报纸，你去访问乌克兰的人，迄阵苏联已经先将迄个克里米亚已经甲并吞啊了，伊若无感觉啊，讲袂要紧啦，迄个离足近的，咱土地遮大咧啊，迄地互咱袂要紧。咱土地遮大咧，金马都互咱袂要紧啦，迄南山呢，好，咱还阁台湾足大咧。克里米亚互俄罗斯袂要紧，咱乌克兰家本身咧足大，克里米亚迄个吐出去一个半岛尔，迄无重要。俄罗斯家住伫边，伊伫军援，世界各国拢甲乌克兰讲，伊要甲你跑，伊要甲你跑，伊要甲你跑。乌克兰讲，你咧讲笑的，我那遮侪当来和平啊，我有签和平协议呢。所以迄阵的报纸拢甲咱讲啥？乌克兰的现况是每天生活如常，每生活如常是袂要紧哦。迄个意思来讲啥？马照跑，舞照跳，生活拢足好的啊，拢无问题，车花宴乐啊，啊，拢免准备啊，军队啊，拢免准备啊，拢免开遐钱啊。到特别战争的时阵，俄罗斯迄阵甲讲，美国你用的人一定要甲你拍哦，英国甲因讲人要拍哦，欧盟甲因讲人要拍你乌克兰哦。普丁敢袂？好朋友呢？迄俄罗斯足侪囡仔伫乌克兰，老爸老母也伫俄罗斯，也是囡仔伫俄罗斯，老爸老母伫乌克兰。买咱两个国家是有够好的国家，都无可能的代志。咱就看吼，进乌克兰是足凄惨的。咱阁看到一个人，以色列，以色列是全民皆兵的。以色列是安怎？伊流亡国过啊。咱头拄写北洋迄个技术，伫南国、北国到迄个。南国344年后，迄个巴比伦的时代灭亡，巴比伦也攻过2遍。灭亡了，才先知伫甲因讲有一日，你要复国，你们两国加做一国，然后审判会到。迄个审判是指尾后日的审判。以色列人虽然讲四散去全世界各地，总是因一个上重要的，毋是讲你有读册足重要哦，你去报数足重要的。因上重要是啥物？起条圣经啦，当然迄阵的圣经指旧约，因对上帝话足人较注重的。因所有的民族不管去到啥物所在，因的心拢结连做伙，讲我是上帝选民。所以圣经咧讲的啊，因复国啊，因复国无有复国哦，因若复国尔，以色列吼，跟咱台湾差不多啦，咱一个仔囝啊边仔呢，咱台湾还有一个台湾海峡咧，伊的边仔拢总是伊的敌人。总是以色列人吼，袂互你罔一个，是安怎？
本身全民皆兵啊！咱基督徒，咱会想这样事无？魔鬼安怎敢若好使世界加油啦？魔鬼敢若要甲咱吞吃啦？咱敢有全民皆兵，家己防备自己，读圣经、祈祷，封闭家己，互咱心脉腐化。叫我较熟悉的朋友，大家住定下笑讲，蔡崇义啊，你这世人生活敢袂生活着伤严啦，伤严啦。啊，无暗时啊，无要惊人去聚餐啊，无要住，啊，无要惊人去应酬啊。就除了讲外国外交官啦，有诶无诶，迄较不得已诶场所。毋是上班啊，无是倒来就是准备灵修、准备道理，啊，差不多20档来拢安尼。足艰苦诶袂？有一摆我听讲袂呢，我感觉讲颠倒，互我感觉讲，互我有即个机会通去加读圣经，真好。感谢主诶！是真正甲上帝讲，拜托你，我哪有讲愈来愈无写吼，小我写小我甲我回复一下咧。魔鬼哪来好使世界加油啊！咱来到上帝敬拜、敬圣帝、敬拜是足尔啊重要诶啊！人定来甲我问一句话：你咧婚礼加个别像我伫咸水教会，刚开始人逐日问讲，你普通是拢用泡面道，啊是安那到婚礼加个别礼拜，你都毋捌咧用泡面道？我小小甲因讲，我就开始咧算看迷信者偌济。迄日若基督徒较济吼，啊迷信者足少吼，咱就来讲圣经。啊，迄个迷信者较济吼，咱圣经内面毋是甲讲雅各书第几章第几节，咱讲是圣经的话，总是用即个机会甲因传福音。包括等上约翰执事的迄个个别礼拜，因为我看过，为因三洋公司可能因大个月啦吼，拢穿迄个制服礼拜。所以我讲到真侪话时阵，是咧甲因传福音。互因知影讲，咱死后有望。我讲这足重要诶。你有当时要传福音，人咱都无爱听咧。你甲强迫伊坐倒啊，听你讲哦，这足好诶啊。唯一的机会，足水诶机会啊，尤其是伫婚礼时阵，嘛就利用机会来传福音。个别礼拜嘛机会来传福音，意念安怎？咱随时准备啊。上帝当时要到，我今40几岁啊。当然，阮当年啦吼，咱当年已经做阿祖啊。总是咱袂记住，咱的年岁偌高，9岁好无？100块，8岁好无？82岁好无？咱念伊对过。所以上帝伫上帝面前，咱到底有做啥物行过？其实魔鬼上大的志业毋是这啦，我感觉魔鬼上大的志业是安那？是嫉妒、甲骄傲。即世人咱上大的罪恶是嫉妒甲骄傲。嫉妒往往互咱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做了真侪歹代志。魔鬼互你贪爱世界啊！你想看觅呢？白白安尼啊无，即礼拜莫去咯。哦，我要忝死哦！拜六哦，我拜六搁加班啊，无我礼拜困到较晚一个。啊，不要紧啦，我嘛想做礼拜。电视开开哦，Good TV 吼，透早的时阵拢有一个迄个礼拜日的礼拜。我才本来要甲 Good TV 讲，卖啦，你莫报上啊，报上敢若叫逐个拢礼拜日莫去礼拜，敢若开了电视 Good TV， 安尼我嘛是咧礼拜。上帝哪顶硬海头？你若真正咧艰苦，你无来看 Good TV 足好。啊，你就会当来啊！你啥通无来交我小赌啦？我会去找你无毋对，因为我知影你都无法度来。总你就会当来，你才毋来交我三角做伙亲近啦。上帝哪拄甲你海头讲，哎呦，我你睇。啊，无毋对啦！你倒那边哦，我昨加班足忝的咯。啊，一个礼拜休，上帝也甲你招一个时间咧。我嘛有咧做礼拜咧，我咧看过 TV 啊。第二，魔鬼上用啥物？好定甲拒绝啦。有当时咱想看嘛，讲个今仔日我要来参加圣歌队。好，圣歌队唱的歌吼，拢足歹唱的，敢通？啊，卖啦，人个拢嘛看有谱的人在唱圣歌队，你莫去啦。拜六过来咧练圣歌队，够讲。拜六去食一个物件，好啊物件佚佗佗咧啦。我常常甲你用即个代志，你感觉讲有影呢吼？好，我都遮忝嘛，无拜六啊无来，拜六来休困一下。即礼拜无来，后礼拜无来必须管。魔鬼定用啥物呢？记住圣经的真理，迄圣经吼人写。你拢讲圣经每一句话拢对。我最近看到一个新的教授发表伫台湾公报一个文章，讲马土沙拉活把969岁是安怎算出来？
讲马路沙拉年岁今日差不多啦，是迄阵安怎算毋通算啊969岁。我这人较戆吼，我当着迄个教授，我转戆我甲讲，我相信圣经每一句话拢真诶。你若知马路沙拉无活啊969岁，你若知伊落行上帝3人行300担，伊落活365岁。是你去上帝遐，你就知啊。你家做遮咧算，吼，佮家己感觉讲算啊，足有道理诶，佮特别发表出来。圣经毋是逐句话拢真诶啦，你若看即句话甲即句话就无合。迄到底是5块饼2尾鱼，5,000个人食啊饱，4,000个人食啊饱。我讲啊，敢袂当食2遍？即个每一句话拢感觉足水诶呢。我这人足戆诶吼，我伫上帝面前讲，我相信每一句拢真诶。每一句拢真诶，你莫家己去甲解说，你家己做一个新人教授了，你就解说讲这圣经吼有一部分是真诶，有一部分是人甲做出来。我感觉你会使探求它的原理啦。这个圣经不用咱翻译嘛，翻译本来意思是啥物？这我无放入。总是我感觉每一句话拢是上帝所手术了，毋得甲拒绝啦。搁来安怎呢？意象词源，对我来讲诶，过上就上了解定定。我咧讲。哎，我对中央教足亏欠诶，拢感觉是我诶问题。我咱诶会友吼，啊，伫 COVID-19 以前，感觉会友伫增加，啊，遮感觉咱会友太全拢无增加，是毋是敢若有减少诶？啊，那这是我诶问题啊！那阮后生就甲我讲，没有新鲜感了啦，太久了啦。讲好啦，我甲因讲啊，伤久啊，无新鲜感啊，搁另外找一个来讲倒啊。但是吼，上久诶册是啥叫圣经呢？最没有新鲜感的本册叫做圣经，上久诶。我每一摆是甲人教上帝讲，不要紧，你来当用我教当时就用我教当时，我做你诶器躯。我所讲随是你器躯，每一句拢是你诶出口。所以讲，上帝甲我讲，不要紧，你去中央教会，我要中央教大复兴。我足肯定了，我才来呢。过等后面那天了时，我上帝讲，我上帝到底是当时啊？是毋是我诶问题？我是毋是应该爱离开啊？离开这个讲台，爱别人来徛。规声讲你不甲上帝祈祷，奇怪，上帝昨暝无甲我讲呢。我咪伫祈祷上帝讲，是我记啊，对讲嘛，甲讲，你也感觉我诶讲道有啥问题？你爱甲我讲，真正恁爱讲啦，叫用贴心讲实话啊。咱较有需要啥物？咱较需要倒一方面诶道理。意象有词言无？我讲上帝有意象词言，但是上帝我一个意象哦，我伫遮讲。我讲咱后半年多开始，人会愈来愈侪。今仔我伫讲台顶讲，迄上帝甲我讲，总是有一项。你讲上帝甲我讲了，咱都免做啊。等时间到，人就侪啊。上帝甲我讲的意思就是讲，咱即上半年都爱足拍拼的，后半年度咱人就侪啊，开始兴隆啊。上半年度咱会足拍拼的，好无？阿免。我对我家己做起。我有当时甲上帝讲，啊，你睇我遮无时间啦，尤其阮即摆去遮细只咧艰苦吼，拢爱阮骗，所以拜五所有小可零星的时间，就是拢爱骗因啊。啊，感谢主即摆较好啊，已经送对啊。啊，上帝也毋通阁有感冒啊，因为感冒倒去随送来，惊甲因话着。所以相对的，咱爱知意象词也有当时上帝是，上帝讲，啊，上帝你毋是讲你的国底要到啊？讲上帝讲毋是啊，我毋是迟延，毋是耽误，是为着要大家拢得救的。不是迟延，不是耽误，为了大家得救。咱定定吼，魔鬼有当时啊，你刚开始在心敬拜上帝时阵吼，发现出现了问题啊啦。我就发觉讲，我著开始要做工的时阵，上帝甲你讲，一个来讲，哎，你厝发生啥问题？我厝你嘛知，我可能恁在座真知，我厝嘛是有问题。当我发生问题的时阵，我敢若靠赖上帝尔，我甲上帝讲，我家己感觉见笑呢。我凡事交托上帝，总是你心会艰苦下呢。当下时，我著上帝讲真实呢，我就足见笑。我应该拢袂烦恼，应该拢凡事交托你。总是你嘛心会小可咧丢咧，讲，哪会安尼？我的信心若无够，你要叫我三到地底。我家己感觉我的信心无够。我家己反省我家己，我嘛要招咱逐个咱遮个亲爱兄弟姊妹，恁每一个人爱信心爱有够，恁每一个人爱凡事倚靠，凡事相信上帝拢有水的旨意。到当时啊吼，
你感觉着礼拜好好啊，雄雄？头我得着即摆感冒吼，足恐怖吼。我的秘书叫我隔壁迄个秘书，囡仔拢在艰苦，拢3个月。我讲拢无一样，阮迄个细只嘛3个月。即摆若感冒，囡仔感冒拢足久的，哎哟，当时这代志，你向咧做一个事业，做啊好势，讲调到全无去。上帝啊，无采我逐礼拜拢做礼拜，我的奉献嘛拢照起工咧奉献，啊你想叫我调单无去？上帝有伊的意思诶，反正上帝在讲要互你知影讲。爱尊上帝最大，上帝有伊个意思，你也知影上帝，你凡事相信伊，伊就意思最后一项上惊是知，四方团队的摩擦啦。是啊，拢你这个人唱敬拜赞美，毋是我来唱。我应该我来带，是啊，宪国伫八如拢你咧指挥，是啊，我袂当去以前我指挥的呢。吼，八如是讲紧日倒咯，无也是爱你指挥。咱每只伫上帝面前，会当做工拢足欢喜。比如你手若拢袂叮当，我会替你指挥，咱手举袂起来。咱每只人爱知伫上帝面前，有啥物事奉，有啥摩擦，开董事会时，我董事我讲话，大家拢毋听。毋是上帝意思啊，迄大家共识啊。无拢感觉董事会开了共识，小会小共款，大家共识了，照共识行。莫你家己意思讲，我本来就无赞成你的意见。大家共识就是安尼，咱照行，无纷争。第二项啊，奉献真理甲上帝三甲地地。先甲咱讲说，耶和华甲约沙法三甲地地，甲伊先祖，行伊先祖代笔所行的每一项道，伊无去找伊巴力啊。巴力是咧护神啊，生子的神，所以巴力拢是叫人行迄个无好的代志。吼，咱伫遮讲，敢若有点粗鲁的感慨，就是行淫啦，不好的事情。伊敢若追求伊的。伊老爸上帝是啥物人？就耶和华上帝啊！啊啦，完全遵趁伊的诫命，无要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这指以色列人指啥物？指咧北国以色列人。无像因啊，因遐拢超啊，因拢伫遐搭足侪神明的啦，为着以色列无一个好王，拢总208档啊，就灭亡啊！208档甚至去奥斯甲灭亡的时阵吼，凄凄惨惨。所以完全行上帝话，伊圣经写啥？乐意遵行耶和华的道啊，多美丽啊！所以，咱若毋知影上帝时阵，最后所甲咱讲啊，我要找圣经教恁的新旧，恁吼若捌我，就捌找我来上帝。咱要做所去，就是捌上帝，甚至跟咱同在啊，三角做伙啊。所以咱知影讲，咱来回应真理啊，咱来恒心祷告，咱来祈求圣子跟咱同在。你讲圣子都看无？你会感觉到，信有几同在无？你会感觉。我逐个礼拜日起来，最主要一项代志，就是甲上帝祈祷讲，互我所有今仔所有的讲道，希望上帝是用我做你的出口，毋是我家己乱口，毋是我有口才，是上帝你要互因明白啥物叫做道理。爱上读圣经啊，叫做师道，这师道，比如讲讲道中间的师道尔，读圣经嘛爱师道呢。圣经要甲我讲啥物？对我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圣经上帝在告诉我什么？那个叫做亮光。你读经，你讲啊，这个圣经我已经读了好几遍，好熟哦。圣经没有叫熟不熟，圣经叫上帝告诉你的话，你有没有听进去？啊，上帝咱们做梦都无甲我讲，上帝未做梦甲你讲，上帝伫圣经会甲你讲。你读圣经，你突然看到那地方，说哦，原来上帝告诉我这个样子。啊！你毋通要做生意啊？显一大上帝讲，你去做吧，啊，就去做。啊，然后啊，做生意做了无，搁显一个多叫犹大讲调到讲，上帝讲，你上吊吧，安尼就生意也结束啊。迄都毋是咧博，咧抽签的讲，规个圣经你甲读，规个拢读。搁咱啥？去上帝监察咱的心嘛，监察咱的心，看咱内面有啥歹所行无？感觉咱今日所做是毋对，凡事爱顺服啦。我讲一遍，凡事顺服。这好做无？足歹做，总是咱嘛是爱做，因为咱相信咱的上帝是我爱上帝，咱来信上帝，上重要，咱来听上帝。你讲有啊，我总听上帝，你喙听上帝，你心真正听上帝无？你有所有拢上帝做讲法无？所有的一切，最后一项，你会扣绝一切偶像。无，我都无拜偶像，阮兜无神明啊，阮兜都无拜偶像啊。有所往吼，无追求巴力的，伊甚至对犹大国啦吼，南国犹大国中间，拄去遐巴力
遐偶像，遐什物秋坛啦、亚瑟啦，遐人所做出来物件，伊拢甲除去，完全遵守上帝诫命令。这是一个真重要代志，就互咱知影讲，咱每一个人有当时拜有形的偶像，什么叫有形的偶像？自然界有当时拜火神哦，头到落雨哦，拜火神，安尼今仔迄个修行较歹，拜火神哦，落雨，拜风神，也有太阳神呢，听过没有？拜太阳神，拜风神，啊，还有石头公，迄石头较大粒，这有神啊，拜石头公，榕树足大丛的，你看若足大丛榕树，伊拢会甲箍一个红的大，这叫做榕树神，这种神啊，啊无就是啥？已经死去的人啦，我伫妈祖的时阵上大经历在妈祖庙拜妈祖，妈祖后代拢基督徒啊，袂记住。搁是安怎？现在人讲到现在人有当时卡着我咧讲迄个分听，现在人足侪人咱甲当做神明，当做上帝咧看，这真正。搁一个叫做无形偶像，马咧路顶讲，你也常常咧想这个代志，无咧将上帝当作第一位，互上帝伫你心目中，迄就是偶像啦。这叫偶像，你敢想要佚佗，敢想我演敢想着你的事业，敢想着你的功名，敢想着你的婚姻，敢想着你的啥物，敢想着你的啥物，你想着你这拢总这代志，拢是无形的偶像呢，会束缚着你的。你讲无人偶像看有叫做偶像，看无嘛是偶像。这有当时拢是做你真大的偶像，你一日会足细字的呢。咱有看到无？即摆开始过年节要到啊，足侪人来排队呢。创爱光明顶啦，愈发明愈侪。以前啦光明顶，即摆有迄个事业顶啦，啥物圆满顶啦、婚姻顶啦、啥物顶啦，安尼咱求财顶啦、财主顶有诶无诶，搁有诶庙里搁叫做合不拢当隆重，你所有要会顶隆重做，甲你卯起来6000箍，搁排队咧。奇怪，咱做礼拜拢冇排队过那有一日咱中教来做礼拜，到门口排队排足济了，排无够的人爱去电话看电视，安尼毋知要偌好咧。咱即阵来一个人，咱有当坐3位，安尼嘛毋好呢。咱有一日到逐个排队，你要为着要用一个公民证摕钱互人，着搁去排队，有诶用排队搁用椅去咧占。搁有一个人，当我定定讲着即个人。这毋知要牺牲，还是即道啦妙禅，干那安尼，甲你安尼讲一个，哎哟，什物？迄叫啥？感谢师傅，赞叹师傅，也是安怎呢？好，看到伊就爱去跪落。人呢？家己车话，因拢买车拢买迄个上好诶呢。钱不断奉献互伊。即边咧普门遐，在开研究了，咱去讨的时阵，我车顶我无咧讲以后咱收圣餐一杯500，牧师足倒2遍；一杯1000，牧师足倒10遍；一杯10000，牧师足倒1个。咱来敬拜上帝是无条件，上帝是只要你若到伊的怀抱内底，就足令人欢喜的啦。咱毋是靠个人的崇拜，咱爱记住。崇拜偶像的人会得到你体育的一日啊！他们会一同惧怕，一同羞愧。圣经是毋是讲足歹听他们如同畜生，尽都愚昧。敬拜偶像的人如同畜生，尽都愚昧。总是你若敬拜上帝啦，腰怀足个满满。伊互你啥物？甲上帝同在。上做你我去啊！上帝做你我去，你啥物都免惊。上帝啊，以后你的家庭事业。真正到我70几个月来，我发觉讲，真正敬拜上帝，照顾你的家庭，照顾你的事业，你放心拢交互伊。有可能你会碰到暂时的折磨，暂时的挫折，总是永久看来，上帝真的跟你同在。上帝啊，那有一项，真正你会碰到大有财富的。约瑟法啊，足侪人甲进贡。所以圣经有个人讲前面，甲咱讲啥物？讲耶和华所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安怎？无带忧闷啦。为着咱今日校长了，即礼拜有传一个文章，你毋知有注意听着无？幸福餐桌，幸福餐桌，我一个基督徒做餐厅，本来生意真好，毋知 COVID-19 有啥物关系啊？餐厅煞愈来愈歹，开始咧了钱啊！好啦，可能上帝意思是叫我餐厅收起来，伊决定迄日要收餐厅。要收餐厅的时阵，暗时伫要到，伊说9点关门。到7点外，无啥人客，干一对白仔囝，穿衫穿了无啥好，
啊，老爸安尼嘛有趣，啊囡仔吼，一个看要食餐厅，就去入来。头家啊，一份就好，一份套餐就好。头家看我讲，可能是无钱啦，啊，反正也要结束啊，伊特别甲准备较济咧，一份套餐。讲可能无人客啊啦，到9点我就要收起来啊。你看到一个中年人，面安尼，忧愁满面啊，喙鬚都无收啦，安尼，足沮丧的安尼，行入来，头家啊，有物件通食无？当然有，当去坐，请坐。啊，你食啥物？凊彩啦，煮啥物我就食啥物啦。你着做你去煮啦，煮我着食啥物。伊感觉中年人安尼遮忧愁满面，既然来我的餐厅。我特别煮上好食，反正最后一个人客啊，明仔载我都要收单啊。伊甲即个准备足精细的即个餐点，佮有足水的甜点，拢总甲摆出来。即个人无啥食物件时，边仔即对即个爸仔囝，迄个囡仔看到甜点讲：“爸爸，我要吃甜点。”不要了，爸爸没有钱啦，今天吃了就好了。隔壁这中年人听着讲，来，好，伊随摕甜点，我这囡仔，来囡仔，来这借你食，哇，你无食这，好，佮香菜粿好食。即个老爸转行过即个桌啊，行即个座位坐，讲先生真多谢你，安两转大只开讲，转问讲，啊，你带囡仔来食饭，伊讲嘿，啊，着顶去诚歹吼，啊，我已经无头路啊啦，你无头路。啊，中年失业啊，中年失业了，找头路，足歹找呢。厝内无啥钱啊，因老母嘛无伫咧啊。我想讲，我来甲今仔带来食饭吼，食了以后，可能来当买馒头泡面就算袂歹啊。迄人听着讲，啊，你做啥物啦？啊，我以前伫做销售经理，啊，即马做中年人啊，要去倒一个公司甲咱请，我爱讲伊听。你来我的公司，伊阵摕一张名票，你来我的公司，哦，真诶哦，你来我的公司，我欠一个销售经理，你转来做经理，两个拄仔讲，转讲伊的理念，好，两个愈讲愈欢喜。啊，即个头家想讲，我反正我明仔载都要做啊，伊转到边仔听拄仔讲了，感觉讲，哎哟。即道内面两个讲啊，愈讲愈煞拍，感觉足尔好诶。讲安尼有可能上帝意思哦，叫我毋通关门哦。伊转即个代志吼，转讲互伊诶厝面隔壁听，对讲阮太太听。餐厅照常开，伊诶朋友就会讲：啊，你毋是讲要关门啊？讲无哦，好，我专门去顿着使。讲遮趣味哦，开始传出去。讲有一个做餐桌吼，迄个餐桌著幸运餐桌，伊种决定讲，逐日都要设一个幸运餐桌。啊，我就绝对倒吼，照抽的啦。一日抽着对倒无人知啦，逐个拢想要去坐迄个幸运餐桌。幸运餐桌毋是钱的问题尔，会当当着幸运。好，即对爸仔囝吼，过日后因看到即对爸仔囝过入来食饭，衫也穿了较好啊。啊，这囡仔真欢喜啊，来讲叫2份。你找着头路讲有啦，啊，逐去日叫我讲话，即我转去个公司食头路，哦，够好。啊，伊个公司用好，啊，即摆嘛是足发展的，哦，感觉足好的。好，一个团结，足侪人拢来这餐厅开始食饭，生意阁好起来。2-3个月后，伊看到这中年人以前入来即个满面忧愁，喙鬚拢无收即个，收啊光穿啊咧，拍哩安尼，面带笑容行入来。头家啊，你捌我无？我哪毋捌你？为着你来，我总无关门的啊！我本来想要关门啊！哦，你倒来这转换一个幸运餐桌，啊，今日咯，毋免啦，毋免抽口啦，你坐倒一地去地幸运餐桌。伊讲头家，咱讲有定哦。幸运餐桌对面你无甲我摕钱，即边你来摕啊！我生意做足好，我无欠钱。头家转坐来讲好啦，我做，我该做在遮食饭。伊怎甲讲？你敢知迄日我想他来到你的餐厅？你的餐厅后壁有一条河，嘿，后壁一条河。我本来想要甲跳落，甲我想讲吼，人有咧讲人要死前爱做八鬼，所以吼，我看到餐厅我就入去。所以你敢问我要食啥？我不要紧凊彩，我就食遮就好，就准备要甲跳落啊。只要我吃一些东西，我就准备想你要跳落。我就顾不用我的事业，
我的生意做得很好。结果呢，我太太因为我都顾不到我的家庭，我的小孩也离开我了，我的太太跟对人走了，跟别人私奔。我赚了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的公司再大有什么用？所以我想说，管他了，我干脆死掉算了。可是我想说，唔当去做妖鬼吼，爱做八鬼，所以我就进那里的餐厅。就那一天，就跟这个中年人谈完之后，我发觉说他比我还惨呐、而且他一进来我们公司以后，整个公司现在的业务非常的好，他真的是业务经理的销售一把高手。啊！我又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哦，我感觉讲，你的餐桌真正是圣灵餐桌。哦，边仔人听到，大家拢起来甲泡泡啊！圣灵餐桌。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才想到40年人谈的牧师叫做刘群茂，有做一个心灵蜜豆奶。我想你毋知我听到伫 YouTube 内面有。我最欣赏这个牧师吼，有人讲伊对王雪红有毋知趁偌济钱有诶无？这对我来讲拢无重要。总是一个牧师，逐日会当写灵修的文章，这逐日咱感谢啊！伊完全伫我靠上帝，伊伫这个伊嘛有用圣经创作这个故事互咱听。伊讲一句话：，一个有上帝的人，伊心内但是有一个倚靠啦，有个依靠啊。知影有困难、苦难拢是暂时的啦，袂永远。最后结论来讲，咱每一个人要有约瑟法王，倚靠上帝。凡事顺福，所有困难、所有患难，拢是暂时的，因为上帝要用你做伊的出口，上帝要用伊做复兴教会力量3个来祈祷。嘛，主，我哋上帝，我真感谢你，我伫你面前，我到好好约瑟法王，真真正正伫上帝面前，倚靠上帝来得胜。我要凡事倚靠上帝，我若相信上帝，你会将你的恩典赐予阮。总是上帝，阮倚靠上帝时阵，阮大先求你的国家，你的义。你予阮的物件，一世人中间，阮的稳定讲袂煞，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是咱要来吟诗应答上帝话，请咱起立来吟信诗552首，大家勇敢同声脚步，请等。
请坐。即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属献的即事来侍奉。即时请大家起立来唱奉献的诗。请大家议员起立，咱要来吟上吟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上吟线，咱要请蔡长老为咱祝祷。请咱来向上帝祝福。我将恁交伫被上帝恩典、甲慈悲、甲保护的形象，完全能够上帝被囝甲圣神的恩典，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所。阿免。请坐。报告。下支主旨内面论述的圣工的同工，请恁平百姓来注意。伫手报内面所谈的顶礼拜的奉献报告，请大家注意来看，注意来看。若有出入的，请甲会计的职事来反映。过来，咱继续咱要做消息的报告。咱下晡咱下周日1月28礼拜后未参加聚会的兄弟请帮忙咱圣诞节一寡的装饰甲麻烦人到收起来把回收藏起来。过来下周日1月28号12点40分那个夫妻团契有个聚会活动，那是新春兰花盆花组合因为事先准备一寡材料，若是要参加的请伫今日用来消费如此事报名。然后发财费用的话，团契的话每人会补助100块，然后自费的话就是要交400块。然后再来就是台北中会林口教会在下个
在下礼拜1月28号下午3点30分会举行卓志杰牧师的就任传道的一个教育牧师的一个受职的一个感恩礼拜那欢迎大家来参加。过来就是咱下晡2点将邀请敬拜团的讲师来指导请敬拜团的团员参加，也欢迎教会对敬拜活动有兴趣的会友能够来参加。然后今天的话，小组分享的部分是要读新眼光的一个读经的出埃及记第12章，被读到第18节。那今天那个有听到刚有分享，那我们请有听来分享这段圣经章。真诶，即平安。伫分享即个，咱诶圣经讲读经以前咱今仔日诶即个新眼光即个更新内底有一篇文章上尾篇上尾篇讲爱金斯诶母亲其实那个是在描述阮堂妹写诶阮阿姆啦。我特别来分享一个啦其实阮阿姆。阮老母过身以后，差不多经过较无1年，阮阿姆就过身啦就过身。阮阿爸搁较头前，我伫讲诶，就是讲，我等于甲看诶时等于甲看阮阿姆诶时，伊内底有描写啦，伊真爱祈祷有影啦。嘛，逐工差不多逐工拢会拍电话互因孙仔啦，逐工诶。因孙仔有诶袂晓讲台语伊讲爱含伊讲台语啦，爱学台语啦，就特别学台语含伊讲，逐工拢会替因祈祷。上尾伊要过身诶以前，我等于甲看诶时又甲讲，伊讲今日耶稣来要带我，耶稣来要带。讲伊煞一直哭啦，耶稣嘛咧哭安尼啦。伊甲耶稣讲搁互我1个月啦，搁互我1个月。有影过1个月伊就过往，上帝就甲调转去。伊是一个阮阿爸嘛是，其实因伫迄个疫情诶期间伫厝里底迄个线上礼拜诶时阮阿爸阮阿姆尤其阮阿爸因去礼拜拢一定爱穿西装啦。阮老爸嘛是共款啦，去礼拜一定爱穿西装。伊嘛是咧共款西装穿咧坐伫听，伫遐咧听迄个线上诶迄个礼拜，到90岁拢共款啦，就是安尼。就是安尼。阮阿姆就是讲，伊拢常常爱替因遐囝儿孙祈祷。上帝有祝福因无？有啦，有祝福即个家庭，有祝福即个家庭。我特别伫遮，咱当看即个更新内底有讲到即个。今仔日要讲诶，就是讲咱14章开始其实咱顶礼拜读诶14章就是讲迄个过红海嘛。过红海内底有特别讲到讲上帝。甲摩西讲从今以后，埃及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不会再看见，有影无看到啦。主要就是讲，伫即个等于讲第11摆诶迄个灾害啦。即摆是互埃及诶军队怎啊消灭去？目的是安怎？目的就是讲，伊进入迦南地以后咧，埃及诶军队无法度过来甲拍。无你一入去诶时伊马上过来甲伊抢，过来甲伊拍，因为迄一个就够啊。就是即摆了，伊就无法度咱会当看到15章内底，摩西有做迄个歌伫学路啦。迄个米廉嘛是啦米廉共款咧唱歌学路上帝。咱知影经过3工了，看到红海淹死遐济诶迄个埃及诶军兵经过3工到苏尼迄个所在迄个最苦诶，伊就开始埋怨上帝3工了。看到遐大诶新热，经过3工无水通啉埋怨上帝。摩西讲啦，讲上帝你因咧埋怨我咧，甚至摕石头要甲我沉死咧。安尼上帝讲叫伊讲你将迄个树一张树甲迄落迄个水底，迄个苦诶水就变做甜诶水啊。3工尔，咱毋通想讲咱袂啦，咱袂3工，咱可能1礼拜共款啦，无一定咱1工就共款安尼看过遐大诶新热。1工诶不如意，你就会埋怨上帝。过来伊就上帝，佫互伊去到以琳迄个所在，有看到迄个12句诶迄个水源啦，佫有70丛诶迄个樟树啦樟树就是迄个野枣啦迄个12个迄个泉水咱知影，咱即马无感觉啦，因为自来水一开就有咧，
较早来乌井的时候，我细汉的时拢爱乌井啦。迄乌井的时候，有人乌咧，哇，无水，佫乌足济所在咧。啊，所以迄要有水的所在无简单啦。啊，过来咱看到的吼，伊过来，伊到迄个到佫行的时候，煞无通食啦，无通食。即摆又佫一直插摩西啦，讲伊无通食。讲你看，阮到埃及的时候，阮宁可死到埃及，还佫有迄个肉的迄个鼎吼，伫遐煮互阮食咧。啊，你带来甲我食，啥物都无，前几工啊无水，即摆无通食。啊，上帝甲摩西讲啊，你甲伊讲啊，下昏就有肉通食。啊，明仔早起咧，有饼通食，互恁食较饱。圣经另外别位的圣经描写讲，互恁食甲哪，食甲含鼻孔都会流出迄个肉的味啦。哦，啊有影烟吞就来啊，鹌鹑就飞来啊，迄个下晡鹌鹑就飞来啊。啊，上帝赏赐伊，啊，圣经内底特别写着一句话，讲加收的吼，多收都没有余啦，少收都没有不足。逐工，一工2公升，逐工就是。你训练伊吼，你毋通贪啦，你毋通贪。哦，所以到来伊到迄个西奈山的时，上帝数10条诫的时，其实前4条咧讲迄个你落来安怎敬拜上帝。后壁6条吼，就是讲迄个孝顺父母以后，就你毋通啥物，你毋通来总讲，迄个总讲一句话就是啦，毋通贪啦，毋通贪。哦，你爱记哩，你毋通贪。哦，啊，所以伫遮伊就咧甲训练，叫伊讲毋通贪。啊，咱知影到耶稣来的时候，迄种不可怎么样啊，十诫吼，拢不可怎么样啊。耶稣来讲，你都爱安怎？你都爱听主编亲像家己，你是光。你就是盐，你是什么？变积极的，旧约是立法嘛，所以消极的。新约毋是啊，你做主人啊，所以是积极的。你都爱安怎？哦，啊，这是在讲到的。啊，咱看到降班啦以后，伊过来到迄个利非定迄个所在伫遐安营啦。利非定伫遐安营的是利非定，就是讲安息的地方。17章的上尾再讲啊，讲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剑旗啦。是我的旌旗，然后耶和华做你的旌旗，你的旗的时，插伫遐，迄个所在都是可安息的地方。若无拢毋是。咱知影伊到遐的时，伫遐休困的时，亚玛力人来要来拍因，亚玛力人就开始来攻击即个以色列人。摩西甲约书亚讲吼，你惊人出去含伊相战啊！你就惊人出去，你惊人出去的时。摩西甲约书亚讲啦，讲伊含互你甲阿伦要去山顶啦。啊，圣经讲啦，讲手若举起来，以色列人战赢；手若垂落来，以色列人战输。一个人免啊手拢举起来，无法度嘛，所以用一条石头互坐接石头坐咧，互伊坐在遐的时，阿伦甲互你两个将伊的手甲插起来，讲为到日落的时间啦。啊，所以因杀赢亚玛力人。啊！我咧读这个圣经的时，其实我感觉就是讲，你开始前是上帝替你征战，过红海嘛。即阵开始，你都要训练，你爱家己去征战啊！你先含亚玛力人杀，过来入去会含迦南人、含非利士人，一直有这个战争的代志啦。哦，开始上帝安尼一步一步甲伊训练。啊，但是上重要就是讲耶和华甲伊同在啦。啊，过来咱读到的就是讲，迄个摩西的丈人叶忒罗来的时，甲摩西讲你都爱分，你毋通一个人吼，伫遐伫判，伫遐审判啦，哦，为下早啊到下晡啦。所以叶忒罗讲，毋是你艰苦咧，只会伫遮排队要听审判遮的人啊，遮来顶问的人，遮人嘛弄到非常疲惫啦。所以伊甲伊讲你都爱有分迄落。百夫长啦，千夫长啦，啊，甲10个人诶，啊，你敬的条件是啥？敬畏上帝啦，哦，敬畏上帝，啊，过来袂贪财啦，哦，袂贪财，啊，过来就是讲迄落爱圣洁的人，哦，这个条件啦，这个条件你敬出来，啊，所以咱看到的讲吼，因出来集的是第一个献祭是啥物人来的献祭？叶忒罗来献祭，米甸的祭司来献祭，并毋是犹太人的献祭。
米甸的祭司来，伫遐和摩西讲了，听摩西讲，迄个上帝怎样带因出埃及，怎样帮忙因，替因修剪，这个代志以后，伊讲啦，讲吼，没有人像耶和华神啊，没有人像耶和华神，所以恁的上帝是万神之神啊，所以伊就伫遐献祭。哦，咱看到的这就是啊，伫即个圣经内底有记载讲啦，讲伫迄个五旬节时啦，五旬节时吼，遐个大家做无用的啦，嘛是咧做无用的啊，所以有选7个执事来治理遮个食饭啦吼，遮个代志啊，所以因甲使徒讲啦，遮个使徒耶稣的学生就是使徒讲啦，因是专务传道啦，专务传道哦，啊，过来咱咧，咱是敬候耶和华神。啊，摩西咧，摩西是在神的面前，摩西伫上帝面前，所以逐摆伊拢讲，伊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哦，啊，迄个到使徒的时，圣神降临以后，伊就专务来传道啊，专务来传道。啊，咱看到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拢无共啦吼。啊，这是一礼拜，咱顶礼拜读的啦吼，顶礼拜读的伫遮会当互咱看到的。啊，过来了，伊就。一步一步进入，要进入迦南地啦，拄着的真侪代志啦吼。过来20章开始，伊就开始到西南山遐，哦，上帝要束缚遐个律地典章啦，啊，要互因遵行啦，主要是要互因遵行。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啦，讲你如果遵行我的诫命啦，守我的约，你在万国中就是我的宝贝。哦，这是上帝甲咱应允的以上。咱真感谢叶长老吼，伫每一礼拜为着咱小组的分享，大家解说咱要读的圣经。刚头蔡长老讲的，可能大家拢有读过圣经，但是吼，叶长老所读的毋是干那圣经内面的内面一寡历史，甲前后关系来咱说明。真感谢叶长老。啊，伫咱要结束礼拜头前，也要特别报告讲，咱教会有一个青年，就学青吼，这陈冠伦。今天是他的考大学的学测哈，那希望大家就是说能为他学测的东西来做代祷。我想大家可能不熟，但是之前敬拜团的时候有个学青在这边弹贝斯那一个冠伦，最近比较少来，因为他在准备学测，所以说我们把他的以后的一个学测跟考试的部分放在心里，在这礼拜里面。那我们现在此时邀请我们的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来结束今天的礼拜。我想大家拢有收到上帝予咱的祝福，是咱要起立来互相斗平安。平安。